跟世界的产业接轨啊。我们就在做这种工作啊。对于艺术理念侃侃而谈，逃避艺术博士朱邦雄处处展现大师风采。今年65岁，是高雄美浓出身的客家子弟，更取得澳洲艺术博士学位，是台湾公共艺术的前锋。新兴城市的发展不是只有水泥丛林盖得多就行了，你要有深厚的人文，这个城市才能够有资格讲它是迈向于现代化的，符合现代这个时代里头它所需要谈的元素。当年是前卫，但现在公共艺术俨然成为一种精神象征。像高美一专大门口这一幅朱邦雄的陶壁创作，又高又美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全台朱邦雄的作品已经有60多件，每件都是大型创作，再结合工艺、建筑结构、工业设计，再加上朱博士不许失败的自我要求下，即使历经921等天灾，没有一件作品出现损伤。其中高捷台铁共构的桥头站作品《天工开物》更是他的代表作，足4层楼高，是台湾最大的陶壁公共艺术。制作过程相当艰辛，前后费时3年，不但用上70吨陶土，朱博士更是亲自设计创作，一片片分割进行烧窑，再重新拼贴。幸亏我有客家人的个性啊，什么呢？客家人这种什么呢？打死不退那种硬脖子的这种精神呢，明知道它很困难啊，不困难啊，很困难吗？对我来讲不困难啊。我认为我敢做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认为我怀有巨大的能量。秉持着客家应景精神，博学多闻的朱邦雄把吃苦当成磨练，在最艰难的艺术领域走出自己的路，还不忘回乡成立美浓窑。不但是他创作基地，作品林立，吸引观光客驻足，更带动地方的发展。巧手堆叠70吨陶土，幻化成墙上的自然律动。天工开物的划时代是朱邦雄的坚持，繁复陶壁的客家精神则让我遇见感动时刻。